道以为我是一个学佛人，我自己通过网络或者是我通过什么样的看书，我可以成就，我能得到什么样的这个解脱。这种想法呢，绝对不是一个究竟的想法。真正的就是我们要依至善知识。我们作为一个学佛人嘛，首先要依至善知识，然后通过老师给您开导、引导您才可以能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呢，才圆满的可以成就，而且呢得到十方诸佛菩萨的殊胜的加持呢，才能得到。如果你没有一个闻法，没有听闻佛法，那就仅仅靠自己的这种实修的话呢，就是无法得到殊胜的这种成就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就是应该了知，我们作为一个学佛人，一定要依至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平时呢依至善知识是主要目标是什么呢？依至善知识主要的目标是跟他学法，跟他听闻佛法。不是说我今天跟着一个师父然后就是在师父身边带着就任何的这个佛法呢没有求学的话呢，我们也无法得到这个上师的这种加持也没有办法完全上师与弟子之间的这种圆满的沟通所以呢，你们依至善知识主要的目标呢，希望自己得到幸福解脱希望自己呢得到这种圆满的成就。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圆满成就的根本呢，就是闻法。所以我们要珍惜自己的上师身边的时候呢，多闻法多问一些关于修行佛法方面的一些问题，是我们要抓紧就要去听闻这个呢，我们就是在做一个刚刚入佛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闻法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认真的去听闻佛法那么我们多次的去听闻佛法，今天再去闻法然后再去闻法这样的过程中呢，我们曾经听的可能有所我们听说过一些讲经说法的一些内容呢，我们就是更加的记得清楚。然后我从来没有听过的这些佛法的内容呢，我就听得更加的清楚而且呢，就是我本身心里就有很多的这种疑惑的心怀疑的心如果听闻佛法以后呢才能可以断除自己心里的这种疑惑我们没有去听闻佛法的话呢，就无法断除我们心里的这种疑惑的心。我们本身作为凡夫的这个思想当中呢，就是充满了这种怀疑的心没有一种正知正见所以首先我们要闻法。其实讲法其中讲什么呢？就要讲道理我们佛陀曾经讲的无上殊胜的佛法，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听闻佛法的过程中，然后这样一个阶段呢，我们还有反复的去想思考，然后就是在自己的这个不明白的地方再去问再去讨论等等，这样来把它抉择出来的话呢，那么我们的内心呢就是有一个推动不了的一种见解才可以能成立才可以能成办。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去思考，没有这样去闻法，单是通过凭自己的感觉这样去做的话呢，我们不一定都认识到真正的佛法的这个本身的这个中心思想所以呢，我希望弟子们一定要努力去这个听闻的话呢，我们曾经没有听到过的能听到，而且曾经听到过的更加的我们熟悉。而且呢，我们断除这种怀疑的心然后呢，就是在自己内心呢，就是坚定的，就是成立了一个正知与正见然后就是我们更加的了知更深奥的一些无上殊胜的一些智慧关于智慧的一些法呢，慢慢可以了知。我们首先没有听闻佛法的话呢，所谓的这些无上殊胜的一些法呢，我们都无法了知。这也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根基也没有一个闻佛法的，没有打好基础的一个原因所以呢，这个闻法是多么重要作为一个学佛人，首先学习是多么重要没有这样的一种学习的话呢，都没有办法得到殊胜的方法。所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也是非常重要。然后闻到佛法的这个功德方面来讲的话呢，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样闻了佛法以后，了知了佛陀终身讲的这个三藏的内容。三藏主要的内容呢，就是戒和定然后智慧。
然后我们每个作为一个学佛的一个修行人的这种思想当中就是了知这个戒和定然后智慧的话呢那么我们才算是一个入道的一个修行者。我们前2天讲这个远离4种执着心的时候也是讲过首先呢就是让我们的心入佛法然后法呢就是入道但是我们没有闻法的话呢，我们都不知道我的这个修行有没有入道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在这里首先我们要了知这个闻法的重要性没有听闻去佛法，没有这么一个认真的去努力听闻佛法的话呢，都无法了知这个所谓的戒所谓的定所谓的智慧都无法了知我们在修行的一个路线当中呢戒是一个基础，一切功德的基础是戒没有戒律的话呢，就无法得到任何种种的这个功德你们不要以为出家人才有戒律我们刚刚学佛的人好像没有戒律，不要这样以为。曾经我讲过这个居士的戒律当中首先是皈依戒或者是一戒居士然后多戒居士、缘解居士等居士方面的也有很多的戒律守戒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如以自己的眼睛一样来保护自己的戒律要小心翼翼而且呢，就是这个戒律的基础上，才能可以具有一定的功德功德呢，就是属于我们平时所谓的这个福报积累了福报以后然后才能可以得到这个殊胜的智慧我们作为一个学佛人，没有一定的福报的话呢，也很难这个维持我们的修行因为毕竟我们曾经讲过这个我们欲界的众生这个有一定的欲望而且呢，就是欲界的众生呢，就是必须要生存，要生存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我们当然不可能说我们不吃饭都可以能生存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要依靠这些东西的话呢，首先我们具有福报。福报的话呢，就是首先很多种方面包括我们身体需要健康身体不健康的话呢，我们也不可能去修行然后还有呢，我们还有得需要时间没有时间的话呢，也不可能这个闻到佛法所以种种方面呢，都是得需要福报才可以能修行佛法。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修行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这样去实修没有这样去修行的话呢那么我们都无法得到这样的一个成就所以平时讲的这个圆满的成就呢，就是无法的实现这个方方面面来讲，我们作为一个学佛人，首先是闻法是多么重要这个闻法的功德呢，就是万万超越一切其他的一些行善积德平时我们所谓的这个放生或者是供灯等等这些功德呢，当然有一定的功德，但是都比不上真正的闻法就是闻思所以呢，我们特别的这个发心要讲法。讲法了以后就知道这个方法这个方法长久听闻了以后，在你们每个弟子的这个心的相续当中就是一个稳固的形成了一个见解这个就是属于一种正知正见一定的正知正见以后，然后修任何的法门对你们来说是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呢，我们首先是基础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一个段落当中呢首先这个闻法的特别重要性没有闻法的话呢，就无法知道任何方面跟修密法的弟子来讲我们没有真正的去听闻佛法的话呢，我们无法判断这个所学的法是正法还是邪法无法判断这个是一个真正的这个一个具有法相的上师，还是不具备的这个一个不具备法相的上师，我们都无法判断这样的话呢，一个邪师帮您施受了以后呢，你的所修的法都变成邪法，那对您的这个修行的一个彻底的这个根本的这个山根呢，也把它会断掉。这样的话呢，你生生世世无法得到成就甚至堕到这个地狱当中所以呢很可怕我们闻法了以后呢，才能知道
作为一个修行人，首先需要符合什么？我们作为一个选择一个善知识的话呢，他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符合作为我的师父？我们都可以有能力去判断。如果我们没有去闻法，没有去听闻佛法的话呢，那我无法判断这样的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都没有办法。所以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浪费自己的时间就是没有得到任何的修行的成就，也没有办法进步这些都是关于我们自己没有听闻佛法的原因所以呢，我在这里呢强调的说，听闻佛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每个弟子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在网络上也好在这个上师大德们的这个门下，我们要认认真真的去多听闻佛法非常重要。听闻佛法过后呢，我们修行是不要太去复杂我们学佛是简简单单的本身我们学佛求的就是说，给自己不要太多的这个压力和痛苦，减轻自己的业障，减轻自己的烦恼和复杂的这些一些负面的思想。所以我们学佛的目标就本身就是这样。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通过认真努力的去修行佛法的过程中尽量减少自己的这种思想上的一些不亲近的思想就是嗔恨心或者是这个欺骗心等等等等，这些都可以慢慢的把它放下尽量多升起这种慈悲的心尊重因果的心这个所谓因果呢，就是我们做了一件事情以后，然后种了一个因然后这个呢总有一天会这个果报呢就会出来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小心翼翼的去，我该种什么样的种子，我不该种什么样的种子，这方面呢我们要去取舍这样的话呢才可以学佛是本身是一种非常轻松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多在经文，包括这个涅槃经当中呢也是这样比喻的佛法是这个以法药来比喻然后我们作为众生呢，就是一个病人来比喻然后我们的这个上师以及这个本师都是以医生来比喻所以我们众生作为一个有疾病的众生，要治疗自己的疾病的话呢，就要依靠这个医生医生所给的这个药呢，我们就要认认真真的就吃下去以后呢，才可以能治得了自己的疾病。同样道理，我们学佛就完全纯粹就是解脱自己，减轻自己的烦恼和复杂的问题，减轻自己的这种内心的业障，然后就让您清净你的思想，清净你的行为然后清净你的这个语言让你的这个讲话方面，让你的行为态度方面，让你的这个思想都要清净主要的目标去学佛修行学佛修行不要太去复杂简简单单就可以。我们学佛追求的不是说太隆重追求的不是说实现一种不一样的这么样的一个感觉，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平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什么样的因缘都把它作为一个善缘来对待我们这样去修行那么算是一个好的修行人。如果我们没有就这样去调整我们就不会面对这些那么我们通过心里的一些分别执着自己的生活的事情放在一边，然后修行放在一边，这个概念呢就是分开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学佛呢就没有进入到自己的心里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佛法和修行就是属于背道而驰就是没有办法走在一起。佛陀以及高僧大德的希望呢，我们的学佛修行佛法和思想呢融入在一起。我们前2天讲的时候也是这样，入法进在佛法当中，法呢就是进入这个修行的道路当中就是这样来修行佛法的。我也强调说每个弟子希望就是长期要观修这个我们道果前行的这个共同前行的部分的这个远离4种执着心的这个实修的部分一定要去实修我们多长时间的这个给自己规定的时间然后多去观修。这个观修以后呢，就是自己亲自会有体会，这个时候呢就不一样，不是我讲了以后你们就会体会，这个是我们讲了以后，然后你们再去思考，思考了过后呢，才自己内心呢的确有一个不同的弟子的根基就有不同的体会有可能有些弟子呢就是体会的更好
有些弟子呢体会的中等的，有些弟子呢就是体会的就是相对比较低一些。但是比任何的事情我们就是比较的话呢，就是没有比这个重要的事情所以呢，我希望就是我们抓紧的时间就这样去体会自己的修行。修行并不需要什么样的道场，修行并不需要什么样的庄严的佛像修行是在于自己的思想与行为。我们平时讲的这个上师呢也分为很多种类也有外在的上师，也内在的上师，然后就是这个真实的上师有很多种类。然后实际真正的这个上师与佛菩萨呢并不在外面，而且在自己的心里自己的内心中有具备了这个真正的无上殊胜的这个佛法然后无上殊胜的这个上师呢在自己的内心中所以我们外在的这个上师呢只不过是跟我自己内心的这个上师一个连接的一个作用其实真正的上师呢还是在自己的内心中。我们平时讲这个皈依的时候呢，也就是这样的皈依，也叫做因的皈依和果的皈依，有两种的方面讲因的皈依呢，就是只不过我们当作是外面的佛我们的本师然后本师所讲的大万四千法门然后本师的门下所出的家的所有的这个僧众呢，就我们当作是我们的皈依对境这个叫做佛法僧，是外在的皈依。然后真正的这个内在的皈依呢，就是在自己的内心中具备了成就佛果，这个才是真正究竟的这个成佛，才是究竟的皈依所以这个皈依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主要的目标呢就是在于自己的心里并不在于外边所以呢我们要